金银花因这个还没有开的花苞，金银花可以用，就是这个花苞，夏天的时候要采收这个花苞，晒干然后泡茶，不能泡太多哦，容易拉肚子的，下元虚冷的，脾胃虚寒的，容易拉肚子的，冬天容易手脚冰冷的少喝这个金银花的茶。这个是大热天降火气用的啦。为什么金银花有白花有黄花？像这样有白花有黄花，所以白的银花，黄的金花，金银花就是有黄的花有白的花，也有说先白花后来变黄花，先白花后来变黄花，但是怪怪的，可能是同时都有。这个叫金银花，又叫忍冬，忍耐的忍，冬天的冬，忍冬。那个比较粗的枝干也可以用来培植哦，插铅培植。